社团法人专人教育甲离校发展协会，长年来辅导非主流的青少年就学甲就业。20年来，辅导超过2900位学生。更加得到教育部国教署颁发中毒之优的辅导单位甲辅导员的奖项。今年开办青少年的探索班，并且选伫年假进前来开训，包括教育局、辅助中心、学生校外会。甲劳动部青年职业发展中心等单位嘛拢到场出席，勉励青少年学员。感谢各界长官来宾来莅临来参加我们这个开训典礼哈。那我们少年探索班是在辅导青少年就学跟就业的，找到未来人生的规划。那我们这个计划从97、98到现在一直延续下来，帮忙好几百个青少年找到他未来的生涯方向。我们都说过，在学校教育是否成功是3个最主要的面向，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家长，我要支持。那第二部分就是社区能够合作。那刚好我们协会，它除了做这个亲子教育以外，它也直接介入来处理这个帮忙我们这个青少年朋友们。所以在座所有的家长跟同学们，你来选择来参加我们这个营队，绝对赚到，好不好？绝对赚到，然后可以让大家在这个学习的过程里面，来了解自己这个人生想要往哪个方向来走。理社协会理事长施炳辉嘛表示，会选伫年假进前来开训，因为有儿童节，今年的课程先增加理社培力，佮着相关的课程，带领学员认识儿童权利公约。接下来是清明年假有儿童节的部分，那针对是CRC儿童权利公约的话，会是儿童的部分也有包含18岁以下的青少年的部分刚好今年度的话，我们想要结合的是CRC儿童权利公约的表意权，来进行儿少的培力。那希望说让课程的进行当中可以让青少年学员的话可以一起参与在这当中，然后让大家可以一起去讨论说，可能课程的话想安排哪些课程，然后想要去进行什么样的一个成果发表会等等之类的。那就希望说今年的话是我们每年都有不同的特色，然后像去年是跟南大戏剧合作办理成果发表会跟戏剧的课，那今年度的话我想说就是用CRC儿童权利公约来去做课程的设计跟代理，那希望说今年度的话也是有一个很好的成果的展现。主办单位教育局辅助中心表示，目前青少年探索班还有名额，欢迎符合资格15到18岁高中毕业、无升学、无就业的青少年，拢会用来报名参加，共同探索家己未来的生涯甲规划。台南新闻林跟采访报道。右边的